到今年雨水真高，大部分的坦马岛产地拢因起继续起5倍，1公斤的坦马岛是比1公升的汽油搁较贵。但美人派德森用10年的时间走遍世界203国，伊的行程拢无咧坐飞机，拢是靠坐船、坐车，甚至是用行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风台度数热是挡在咱台湾的附近，所以讲这云林以南甲东南部有偏乌，今日暗时风雨会上介大。另外，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是有一粒热带低气压，可能今日半暝就变做风台。不过，这粒风台敢会影响台湾，也阁无确定。大洋一直拍，搬过暴寒，受风台影响东半部恒春半岛西南部沿海，加偏乌继续观测到2至10日的用悬。然后多数类风台暴风圈受到的屏东县、花莲县、加台东县，拢已经有青光风发生。24点钟来，累计降雨量以屏东上济，其中太武乡已经超过660毫米。其次是台南县金峰乡、花莲县富里乡，累计雨量也拢超过330毫米。屏东春日、台东卑南、花莲秀林、雨一直落，也拢超过280毫米。气象局继续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摆示入面了后，东北部继续有风雨，中南部风雨会较大。明天的清晨左右呢，台风会逐渐的接近金门这一带，并且登陆到中国福建。那阵雨呢是持续的，而中南部的风势呢还是比较强劲一些，要到了白天之后才会逐渐减弱。而金门这一带的风雨呢，则是要从明天清晨开始特别的留意。民间气象公司观察，风台礼拜三暗起发展出较明显的双眼象结构，受结构甲通过吕宋岛相同影响，落山脉摇摆的无情是顺环流向北北西行，环流紧缩，上强的风雨集中伫风台中心大约200公里内。恒春半岛高通地区因为雷旋雨带强降雨会继续落到拜5点半日，那海面上无情的热带性低气压继续发展，无排除拜四半暝会形成今年第6号风台卡努。这个是未来会生成台风的一个路径哈，它预期是往这个浙江附近接近，等于是台湾北方的海面。整个我们西太平洋是进入一个很显著的季风潮，所以1个礼拜有一个台风，恐怕会一直持续到8月整个月的时间。目前各国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路线看法不同。有估8月初一起，伊会挖进琉球近海，敢是会影响台湾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有关是关键。气象专家提醒，像去年海温较悬，有利风台伫远洋形成继续发展。所以挖进台湾附近的时，拢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规模未能收回。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度数热带来强风大雨，台东的富江渔港是有2只船沉起，佮有袂少所在溪水串流暴寒放起。也若是南环甲南回公路，毛骨的路段线柄崩落。土石内面夹树枝，甲路灯挡条的，无法度行。南回公路大九线有遮侪路段拢有石头落落来，我近轮桥遐南下的车道先封起来，用重机具过去抢修。大雨一直落，土石是落袂停。这种崩山的画面，伫个南环公路嘛看会到，尤其在20线，伫初来到离岛遐是崩山的重灾区。离岛部落的居民是超过300个人，唯一一条连外道路，即马是冻掉的，无法度落山补物资，甚至已经连续2天拢停电，总算伫27下补电来啊。大水冲进我们义道村造成我们居民的一些农作物损失非常惨重，有些电线杆也有倒塌的情况。台东一直传出崩山的意外，有人的徛架是遮瓦山壁，土石流搁灌入去厝内，甲伊的灶骹拢淹去，仓库嘛拢弄歹。厝主伫遮住50天，阁是第一摆拄到这种状况。我当作单位，啊听砰一声，尾啊我唔对出来看，啊土都入来啊，你今摆到遮。大风大雨，甲台东是扫甲密密麻麻。嘉南村的居民看到溪水一直涨悬，规工拢足烦恼。就惊拄起好的爆发搁冲破去，因为遮侪年前的8八风灾，雨反射是破坏甲真严重。我们是很担心，尤其是我们从大武山下来的一些雨量是非常的大。关山啊，落亚庇南遮的水准，搁因为大量闪雨，当水咧用的土保花拢互冲甲歹去。农民烦恼讲，风太了后无水通用，会影响到二期的恶产。台风过后，溪水稍退之后，才可以再去将那个涨水土地给它修复，1个礼拜就可以给它进水了。
中风大雨嘛，互台东沿海的风影是扫甲真凶。富冈渔港有时阵，敢若是互风影拍入去港区，结果启动着受损的沉船，船长是真无奈，初估至少损失60万。张好好啊，今日就安尼对，无奈啊，对啊。竭力来尽量来帮他们跟县府啊，还有我们渔业署来争取看，是不是有一些天灾的一些补助。一阵一阵在落的强降雨，嘛，互市区一寡路段阁淹水，大面积的土水嘛影响到车无法度行。虽然讲杜苏芮是无直接伫咧台湾登陆，但是同款互台东地区的灾情是一波一波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迄边首高乱溪甲花莲溪是已经涨起来啊，强要淹到大桥。另外，中华公路某所在山壁放弃，这车路的地基是漏了，路无法度过。另外，个安乡太冲南华复兴是已经发布水崩山红色警戒区，民众赶紧撤离。桥下的溪水是真错流，真足看。秀高段溪溪水是已经涨到条仔顶红色迄地，离顶悬的桥敢若剩2公尺尔。这是花莲的玉里大桥，因为杜苏芮风台一直闪大雨，公路的单位是无排除有警线甲封起来。另外，花莲溪溪水同款涨悬，尤其出海口，水是特别淹到路面啊，有民众走来看海影。有看过变成这样子的状况吗？有啊，这次是蛮夸张的。对啊。迎风面的东部雨势是同款无得停，嘛造成中华公路117.4公里处，这边坡的土石拢放落来，连路基拢冲甲无去，出现一个大坑，交通拢断去，唯一会当行的便道，同款路面拢石头，根本都无法度行。公路总局会看雨势的状况，较紧补起来，目标是2早起恢复逐工通行5摆。雨路袂停，花莲一天累积的雨量就超过300毫米。在安全的考虑之下，吉安乡公所是针对太冲南华复兴村这水崩山的红色警戒区进行撤村，乡长嘛逐户去看到安置。总共有44户，132人的户籍数，但是实际居住102人哈，所以我们要针对于这一些100余人要来做撤离，就整家住一间嘛。所以说吃的什么都不用烦恼，那是很好的。在风台期间，山区所发生爬山的事故，进前在宜兰陈升池毕竟失联的细寮的山友，已经失联超过60点钟，特别到黄金的搜救时间72点钟。一透早大风大雨，消防员赶快去找伊，因某嘛一直伫遐等伊，希望有奇迹发生。我们先走一段。桃园嘛有爬山意外，警消接到消息讲，25有一阵山友12个人去复兴区的长水山遐爬，其中一个细洲的成员却失联，搜救队目前阁继续扩大在敲找。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根据日本京都大学的研究，女性伫咧青春期鳞癌细胞的鳞线细胞的基因变化，真有可能是造成鳞癌的原因。这项发现是有可能会当帮助提早预防鳞癌。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罗西亚国防部长带团访问北韩，甲金正恩见面，表明是要去参加北韩胜利日70周年。不过外界是怀疑讲，伊是要讨论武器交易。英国《Times》报道，英国有几多千个伫咧新冠疫情停课囡仔，高达幼儿无转去上课。专家是烦恼讲，这款青少年可能会引起新一波的犯罪。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诺是已经81岁啊。伊昨发言的时阵是讲到一半，向顿电21秒无反应，健康状况引起注意。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联准会又搁宣布升利息1码，利率是冲到22年来上界悬的。而且联准会主席阁表示，有可能会继续升利息，要甲通货膨胀压到2%以下。印度今年的雨水是真高，常常在做水灾，这大部分的坦马岛山地拢淹去，害这坦马岛的价值是贵甲会惊人，是已经起5倍啊！这1公斤的坦马岛是比1公升的汽油搁较贵。所以讲有真侪餐厅都已经停止供应。市场的答案，红记嘅柑仔米，头人看甲真想要吃，也毋过详细看介绍，1公斤爱180卢比，差不多是台票69块，是过去介绍的4倍到5倍，甲真侪民众惊到。मार्केट में टमाटर तो मिल रहे रोज का रोज भाव बढ़ते ही जा रहे हैं। कल कितने रुपए से खरीदा था? कल खरीदा था 160 रुपये किलो, आज तो 180 रुपये किलो है।
柑仔蜜是印度美食的重要材料，强美到每3项料理内底都有一个会使用柑仔蜜，所以需求真悬。也毋过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印度今年雨季出现无正常的暴雨，甲做大水，造成国内柑仔蜜的产地互大水引起，严重影响到产量。加上大水嘛影响到交通运输甲配货。互原本就是生产小贵的柑仔蜜，价销直直起，批发的价销一粒起3倍到4倍，有的地区甚至是起到5倍。1公斤的柑仔蜜用要比1公升的汽油更加贵。特别是因为进前将起价牛奶甲香料的价销，所以就算政府介入是要稳定物价，用较俗的价销供应柑仔蜜，也毋过消费者永远无啥兴趣，甚至是贵起不爱食。भाई मैंने तो टमाटर खाना ही छोड़ दिया है। 140 रुपए किलो भाव बिक रहा है, वो भी जो जैसा चाहिए ऐसी क्वालिटी में नहीं आता है और सभी सब्जी का भाव बहुत ज़्यादा है तो इसलिए पब्लिक को बहुत परेशान होती है, महंगाई भी इतनी बढ़ गई है। 因为品质甲成本的问题，包括麦当劳甲Subway等等全球连锁素食餐厅，嘛开始伫沙拉也是其他餐点内底停止使用柑仔蜜。同时阵为着通膨问题，嘛推出价销搁较低的商品来吸引消费者。伫印度民众伫2022年到2023的平均月收差不多是6000台票，加上食素的人口真济，所以相关的蔬菜价销起起落落会冲击到政治发展。今年3月，嘉里实在之一个大葱头价销起真凶。嘛要引起大葱头之乱，甚至是差一撮影响到印度政治甲社会的安定。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巴黎奥运明年7月起过，是已经剩无1年啊。国际奥会真正是宣布讲，因为罗西亚甲白罗斯侵犯乌克兰，所以讲是袂当参加奥运。这2个位运动员敢会当用个人的身份来参加比赛，袂当代表国家。乌克兰就宣布讲，只要有罗西亚甲白罗斯的选手参加项目，乌克兰的运动员都袂参加。不过，这项决定算是去互批评侵犯运动员的权利。3届乌克兰木星球冠军哈尔齐兹今年26岁，伊当拍拼咧准备伊第2届奥运的资格赛。伊讲，若是入侵的德国、罗西亚甲白罗斯的运动员，洪允准以中立的身份参加比赛，伊宁可放弃。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они их допустят, то,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мы не поедем. Ну, я, например, мне бы не хотелось ехать. 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ходи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 сложно, когда, например, друзья гибнут, воюют, а ребята, которые, 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я думаю, они тоже и военные, а они будут там ходить. 1年前，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后，罗西亚甲美国、白罗斯的运动员向禁止参加真侪国际比赛。乌克兰希望奥运会卖当全面封杀这2个选手。 4月份宣布禁止乌克兰的运动员参与有罗西亚甲白罗斯的选手参加的比赛，若无就会互剥夺国家代表权。不过，国际奥会也是开放予罗西亚甲白罗斯的选手以个人中立的身份来参加比赛。虽然无想要甲着人共台，部分乌克兰的选手嘛反对这个政策，因为安尼会影响为国家争取公营，甲创造运动生涯高峰的机会。乌克兰体育部长俄罗斯争奥运金牌击剑选手赫塞特表示，即马敢要改变立场是真歹决定。 З іншого боку, і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бути поруч з ними. А з іншого боку, ми наказуємо наших спортсменів, що вони не виходять, тому що вони готуються, вони хочуть вийти, перемагати, ще раз показати наш прапор, знаєте, піднятися на п'єдестал, якщо вони виграють. 乌克兰当局当地讨论讲，若是有罗西亚甲白罗斯的选手参加的比赛，乌克兰的选手敢会当共场比赛？针对这个情形，国际奥会是谴责罗西亚的入侵，不过也是爱因应复杂的现实，因为乌克兰抵制的行为是违反奥运的精神。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环游世界是真侪人的梦想，不过真正会当实现的是无几个。这个丹麦人派德森是用10年的时间走遍203国。咱看这张地图，伊敢若是非洲就去54国，欧洲48国，实在是真厉害。而且伊的行程是无咧坐飞机的，拢是靠坐船、坐车，甚至是用行的。虽然伊人是长期伫咧国外，不过伊的情伴是足支持伊，定定去找伊。2个人感情长干蜜甜，是已经结婚啊。张派德森人已经转去到故乡丹麦，伊的亲人赶紧去甲迎接。派德森欢喜按迄规船行落来。 久别的家后，老爸亲人一个一个行进前，甲伊揽条条，终于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44岁，原本在航运界服务的派德森，互老爸转予伊的一篇文章启发。2013年10月初10，
展开环游世界旅程。伊坐火车、马术、船，甚至是靠两支脚步练，伊完全无坐飞机，甲全球203个国家全部行透透。最后目的地是马里地夫，5月底完成了，伊就成功回府。Whichever country I'm in is my favorite country, and look how lucky I am. It's Denmark. 2020年正月离开密克罗尼西亚了后，佩蒂森来到香港，现在受疫情的影响，在香港逗留2年，国境重新开放了后，伊离开香港拜访包括北流的大洋洲国家甲太平洋岛国。佩蒂森和女朋友之间的感情虽然是分开千山万水。杨过一丝都无受影响。过去10年来，女朋友27届出国去甲探望，第10届的时阵，佩蒂森向伊求婚，杨过真无拄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因最后也是举行线顶婚礼。He's very stubborn, and when he has a goal, he wants to reach it. And 今是世界纪录头一个无坐飞机环游世界人，是英国男性甲男女休书。杨过伊伫旅程中捌回国2届。也若派蒂斯是203个国家，拢总拜访过才回国。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西非国家年日总是发生政变，因的总统贝佐姆和一阵军人关伫咧总统府内底。这阵军人阁透过电视放送，讲因已经推翻贝佐姆政权。不过因在地有真侪百姓拢就街头抗议，要求要甲总统放出来。尼日国家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当地发生政变无成功。新闻主播表示，总统贝佐姆甲厝的人拢安全。西非国家尼日日传出政变，总统和卫兵围困伫总统府内，佮透过全国电视网宣布发动政变，讲已经杀到贝佐姆政权。Toutes les institutions issues de la 7e République sont suspendues. Les secrétaires généraux des ministères se chargeront de l'expédition des affaires courantes. Les forc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gèrent la situation. Il est demandé à tous les partenaires extérieurs de ne pas s'ingérer. 抗议民众大声喊口号，要求释放总统贝佐姆。总统府的入口甲四周围部会拢互人封锁，甲邻国的边界嘛拢关起来。尼日全国实施宵禁。啊，毋过，就伫咧示威过程中，现场煞传出枪声，互民众真惊吓逃走。On est ici pour défendre la démocratie, on est ici pour défendre la République, on est ici pour montrer notre attachement à l'état de droit et dire non à toute velléité de prise de pouvoir par les armes ou par la force.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已经甲贝佐姆通过电话，表示全力支持，佮谴责任何透过武力夺取权力、破坏民主法治的行为。欧盟甲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嘛强烈谴责尼日政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这件代志表示谴责，佮敦促和平解决冲突。公视新闻田伟仁编译。美国演员奥斯卡影帝凯文·史贝西，伊是去互指控性侵演艺事业贵的乌有去。不过，这阵法院是宣判讲史贝西无罪，案情大平盘，伊本人激动甲流目屎。正激动行出法庭，奥斯卡影帝凯文·史贝西假日性犯罪疑云几啊年了后，案情出现大反转。伦敦南华区刑事法院拜三宣判，史贝西互指控的9项罪名拢无成立，裁定无罪。That I'm enormously grateful to the jury for having taken the time to examine all of the evidence and all of the facts carefully before they reach their decision. And I am humbled by the outcome today. 迄天拄好是史贝西64岁生日，伊听到无罪判决，伫法庭忍不住流目屎。史贝西互指控2004年到2013年之间，伫伦敦的剧场工作的时，排对3名男性不出轨，也有1名男性控诉史贝西太伊婚媒是性侵害。史贝西本人是辩讲这行为是2个人欢喜甘愿，也是只是无流量的动作，好听所谓指控。史贝西捌因为伫7个进步点甲美国新玫瑰奖中的精彩演出，得到奥斯卡男配角甲男主角奖。也毋过伫假日胜诉期份了后，失去有名影集抓败恶的角色，是伫好莱坞Me Too运动风潮中红救落来的指标人物。虽然伊伫顶个月表示，只要洗清枉亏，就会当重返影剧界，也毋过有公关专家指出，史贝西形象已经算长，想要随伊伫好莱坞重新徛一位，并不简单。另外一件大反转的案件，有关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
伊进前因为欠税甲非法持有枪支，甲联邦检察官大审部分人质协议，也毋过心理法官认为有危险的疑虑，拒绝接受协议。行调拜三也态度转变，对相关指控提出无罪抗辩。白宫是阁表示，总统甲第一夫人支持家己后生。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是有2只黑猩猩对动物园逃走出去。当地相关人员找到因的时阵，说是开枪将因弹死。民众就骂讲安尼伤粗残，根本就无必要，所以讲就就地抗议。伫海报顶悬为死去的黑猩猩，正受去控诉这是屠杀。哥伦比亚西部城市佩雷拉的市政厅头前，拜三是出现一大堆抗议的民众，个人是装作猩猩的形，控诉当局是真残忍，将2只对动物园逃走的黑猩猩杀死。这2件黑猩猩防杀死的事件是发生伫拜一，当地动物园伫前一暝发现讲，园内一公一母2只黑猩猩无去啊，较紧派人去找，政府嘛发警告，爱民众伫厝的莫出来。几点钟后，救援队是小连续发现这2只猩猩，佮用枪将因弹死。 Pese a los esfuerzos que hace el bioparque con los dardos tranquilizantes para poder reducirlo, es muy inminente el riesgo para las personas que se encuentran ahí, porque el contacto es muy cercano, y al ser muy cercano hace que se tenga que utilizar las armas para poder reducir a este chimpancé. 但这讲法是无法度互民众信道，因为要抓猩猩有真侪办法，但是搜救队竟然是选上害的迄种。 hubieran acordonado toda la zona para poder atrapar de manera, digamos, correcta a los chimpancés, ya sean con dardos tranquilizantes o tratando de llevarlos a una jaula, trayéndolos para poder llevarlos al parque. 群众骂讲猩猩是死甲伤冤枉，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园方是承认因为人为的疏失，才互猩猩逃走，承诺会对相关人员来进行调查。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 军中是又搁发现一只海狮，伊的颔管是去互塑胶粒塑掉咧，空喙深甲咧老火。经过生物学家治疗，伊是已经健康转去大海。可怜的海狮伫阿根廷这位海沙保王发现的时，颔管白色塑胶粒喙暗蓝。海洋基金会专家赶到现场的时阵，发现的塑胶粒已经互民众摕掉。Eso no es recomendable hacerlo porque estos animales son salvajes. Pueden tener enfermedades que contagian a las personas y también pueden llegar a morder. 生物学家随时甲受伤的海狮带转去治疗，伫颔管长过深的伤痕顶面，搁一件929的药膏，顺续检查伊的健康状况。Pudimos ver que estaba el animal con bajo peso, anémico y su lesión en el cuello estaba infectada. 经过保育人员的用心照顾。 海狮仔伫1个月后复原，虽然也看会到伊颔管的伤痕，不过伊已经大汉搁大颗。如果这一天该野放得到自由，看到海狮仔将其尾会当转去大海，保育专家感觉真欢喜。不过为着有利，阿根廷伫5月捌发现另外一只海狮，颔管嘛互工业用的塑胶圈吹暗暗，伤口是不止啊深。保育人员忧心，这款的案件会愈来愈多，呼吁民众爱确实减少塑胶污染。 和海洋生物有一清气的生存空间。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